Hello， 大家好。早前咧已經約定一班朋友咧去將軍澳嘅跨灣大橋噶啦。朝早天文台已經發出特別警告，話會有大雨同埋狂風雷暴。我哋咧就照計劃響調景嶺集合，碰一碰運氣啦。今次路程咧好簡單，就由調景嶺出發，行過跨灣大橋，再去日出康城，再翻去油塘，係搭地鐵啊吓，去飲茶。沿路都有好多嘅指示，所以咧都唔使擔心上唔到大橋。我哋起步嘅初期咧，天空咧都有一啲嘅烏雲啦，但係都有微微嘅陽光。咁呢段路咧就比較大風一啲啦。俾大家聽下啲風聲。呢個位置好清楚咁見到跨灣大橋啦。對面嗰條橋叫將軍澳海濱南橋啊。上橋前嚟返個合照，打下卡先。望下個天先，剩返少少嘅光咋。行到呢度咧，開始感覺到咧有少少嘅雨落緊啦。前面紅色斬下個牌咧，係報告緊天氣啊，話會有強風喎。我哋完成咗跨灣大橋嘅行程，都未感受到強風，所以咧都係繼續打下卡先。之後狂風驟雨就嚟啦，不過咧都維持咗好短嘅時間，我哋咧都好順利咁行翻去康城嘅地鐵站。接住咧，我哋真係翻咗油塘飲茶啦，好感恩啊，可以咁順利咁完成行程。雖然臨尾咧就有少少風雨，不過咧就真係好短嘅時間咋。影片到此為止，拜拜。